咱继续关心国家环境研究院伫今年8月份的时已经正式揭牌。伫昨昏，因有展出真侪分析土壤污染的技术，也个计划。希望未来若是有状况发生，这技术就当帮助相关机关找出污染的源头。所以这是刚刚的大概是20万倍。 大概铅的含量是它20万倍。甲受污染的土放入去这台 XRF 机器内底，以电光分析光谱，就通知影这块地敢有啥物污染物质。如果是像以前我们有一些就是像污泥，它比较多，我们会到现场简单的用脱水拖一拖，就可以直接在现场就可以做了。没有，这个旁边这个都是石棉。 用迄物件观察触遐，就通知影敢有第一级的致癌物质石棉。国家环境研究院望利用各款技术，提供追查土地污染源的方法，亲像更体业产生 LZ 的污染农地。国家环境研究院望建立各款业者制定的资料库，那污染发生，就通知影源头伫倒位。自己做了12家，我们陆续把它建出来。刚刚讲说30家，但是我可以过滤之后剩下10家标的。 都是5家标的，而且把限缩这个追踪的范围。国家环境研究院估计建立资料库要开3年的时间，透过建立各款更体业者制定的资料库，就通知影各款业者产生的路迹有啥物款的化学成分特征。那土地发生污染，分析内容物就通知影污染源。记者阮张随桃园报道。